由台南市府城防癌抗癌健康协会举办的弘扬孝道三部曲的活动，今年已经进入第4届。原本拢伫个温馨的5月来举办，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刷到11月20，将要伫个安南区的梅花里活动中心来办理，包括协会执行长、理事、甲安南区长、里长上午出席记者会，共同为活动来宣传。癌症一间厝，一个家庭若有癌症一个家庭就这样子有财产变成5倍。所以你就讲以这个社会内，我们是不是可以贡献一小小的力量？如果讲办100个活动，来当救到一个免于受到癌症之苦的，尼伊嘛就是讲当然，伊嘛是讲当然对了。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办的十几场的一个宣导活动，有一个孝顺，有一个和乐的家庭，自然咱身体就会健康的。你讲逐工若做委准哦，你要咱家己厝边就委准，就看到迄个后生就唔正样对咱无介意心情会好，咱身体会健康。所以嘛非常感谢啦，咱的府城防癌抗癌健康协会，来办这个活动百善孝为先身体健康比幼儿开始这才是上基础上基本。孝道是中国的一个固有的优良的传统。那孝道呢，最主要是亲子关系。那亲子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老人化的这个问题呢，会越来越严重。也就是说，银发族、老人族群长辈越来越多，更需要子女的照顾那这个照顾呢，需要有一些活动的启发或者是一些引动。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就是一个导引。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可以让亲子关系能够让老人家得到更多的温馨的一些照顾跟这个陪伴。协会理事长萧丁波因为公司无闲，无法度出席活动的记者会。不过，对着推动全民防癌抗癌的观念，甲促进社会关怀、提升健康的生活，尽心尽力。东港的活动除了有各种的表演团体的演出，另外还有竞题、洗卡、甲民俗推拿等。活动设定60组的名额，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向安南区公所或者是府城防癌抗癌协会来报名。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